係啊，各位聽眾，歡迎啦！個就係對嚟邊啲福建嘅節目。這出戲咧是我頭一擺到啲邊啲對嚟頭一擺就整錄音，所以都冇聲線，然後我冇咩好做，但係冇咩點這邊企喺邊攝啫。哎呀，先我未見 start 我 broadcast 先，等陣到啲 YouTube。Yeah, you broadcast still on standby. 啊，未見 start 我 broadcast。OK，當劍咧，然後確定佢就 start 佢。Hi YouTube 人，我未記 start 了 broadcast，但放我都聽唱，我都聽笑。歡迎來，別嚟學其實當今啊，怪一人到啲 YouTube 會看啊，歡迎。แล้วก็有啲人都到啲 YouTube 會吹到我人個，有隻少年家啊，正至我不如個拍曲แล้ว別記名咩名係，特別我記來參加嘛，伊少年家18歲呢，自家講福建話。所以佢 contact 到我咧，我哋計拍球。แล้ว這禮拜我特別嘉賓咧，就是家己較少人啫，唔知啥物事呢嚇。頭這個特別嘉賓咧，就是我個老趙晴子，歡迎晴子。Hello，大家好。我真歡喜一到對戲攤對到晴子，佢拿刀講攤 spend 到你到大咩？攤做一條拍曲嚇，好咯，計爽啊！哎呦，那是我大我人啊，特特去吹人拍曲，吹緊人驚啊，唔敢來啊！哎呦，我再來啊！阿總我再來啊！你知我對人我想蝦米啊？係咪？我想講咱食誒，食物件？all the things 咱食。我即係話這對啊，嚇！好咯。另外，咧我等陣個有另外隻特別嘅邊本是老椒大粒頭，歡迎。大粒頭，哎呦，對邊人啊，你看到特別冇到 social media，你看到我食嘅物件啊？我看到出你嘅 web page。我幫，哎呦，這個字我看聽清楚，我對來啊，係我唔知是唔是到後邊隻曬啦。But one thing 好，你大嘅邊人啊，你南山隻你無流曬。我不知，我不老實。我聽到有一幫是我真係年無對，我對其實我老咋。然後當今啊，夠好笑呢。咁唔是我去邊人時隻啊嗬，無老實啦。平常嘅啦，不多關係啊。對來嘅是隻叻嘅是係一禮拜啊。弟不多啲唔會爽，你看就。然後實老實頭來節喎，嚟隻阿嬤物件老實喎。你知我對於本來我想講攞行路老細我食高碟咧。哎呦，你行啦，定到時咪是你學我食咯，定到時。哎呦，我係去身邊話食路啦，老細我就學你食。哇，個笑到我真好。OK， 即係禮拜我咪講嘅話題咧，唔知唔知你招人特別跟到羅蘭咪聽講嘅，就是攞罐醋，咪講攞罐醋，攞仔做咩事啊？晴子就係咩事？我咪講攞罐醋。我知你 experiences 是安尼款嘅，成日我係 French 呢就講啊，係 normal，it's normal，it's normal。咱這邊，你未看病，你看病就攞罐醋啊 ，is not 你有錢啊 ，is 你白嘴啊。看你自己白人啊，係咪啦？這邊啊，真正危險啦。特別我看有好有歹，所以我被講話就是。我咪講啦，落罐醋 ，because 我有經驗就知道。是老人點解我有講過啊嘛？是我冇聽到咧，就是講我對去別人嘅時9月頭係我聽9月頭對去嘅時9月頭10日，我就對我爸冇影淡薄。你我爸接落群做 OK 啦，當然好事啊，麻煩咯，今時啊，一直人們支持我當今好事啊，我爸當然 OK 啊 ，everything 就行噶啦，本是正常啊，特別頂接落群做嘅時度，去大 GH 佢係接
3日嚇，然後 transfer 去班大，然後3日4日啊4日啊我3日拜2去，拜2拜3拜4 3日拜2咩3日。我記得我特別喺邊困嘅數，特別我咪講嘅就是我唔捌經驗過去陸軍處個人啦，所以我頭一擺經驗到咯，再去陸軍處個人，了加到啲 GH 嘅環境是安怎嘅，了個到啲喲，我係隻新嘅咧 iOS 我第個邊咧，絕正肯定先啊，攏聽到得嗎？冇聽到聽到。OK，แล้วตอนกี้ว่าปัง我未記過我未ปัง這裡 recording 到啲 YouTube 嘅，所以ปัง到 YouTube 被 recording，แล้ว我是頭一道特別經驗到到啲錄管處咯，แล้ว真係我未有哪怕照นะ講咗啦，都廿肉了啦。哦，哪怕自己拍幕話時，我就嗰個，OK，แล้ว我咪是，actually 我嗱實即是對我嚟講本身是最好嘅經驗嚟。我學到這幾項物件，我唔捌拄過物件，我學到這幾拄過一個步法，嗰條硬去做，人哋我未曉，唔知安怎就去問就去做，咁啦去種，你對我是有，我嗱實即是有好物件啦。另一個第二條就是我趁我感覺我真歡喜，我係到後邊鬥下手我係出來人，甲個我爸啦，到啲嚇時。然後我講 OK，咱講老棍厝，咱講老棍厝食物件，老棍厝食，死個人食食物件。Bruce 為我其實會講會講係咪 topic？伊講講幾個食一個係咪？你問晒，所以咱講食物件，咱老棍厝就是OK，就是咱本身捌大嘅老棍厝，請知你捌哦。我唔捌，我個我嘛 the last 6 months of her life 啊。sometimes Jackie discharge hospital airport 嗰條 jeep 哇出jeep 我 mother 出 jeep for the last 6 months for the last 3 months especially 3 months 我甲我兒子我人 take turns 我無成日路呢唔敢放我嘛 alone in the hospital room 咋我早起9點我去過我嘛甲7點阿妹了我兒子就來一隻巴將下面啦一來啦一個 from 7點阿妹過個 the next morning 9點我若去我再去 relieve 伊always 就有一個人過我 mother because 你未下入伊密斯啦伊密斯哎呀伊人誒唔使咪講人 racist 啊 but 伊人做物件 to them it is not a vocation It's just a job， 你知道？伊唔是講真愛去，一直這份工的啦，伊唔是講哇，我要做這工是因為我要鬥下手人啊啥物。特別你啦啥，你到底勞工處是政府勞工處哦？冇，數錢的啦，數錢勞工處。然後有咧有唔是講隔了數錢勞工處本是好嘅，我知。伊是有無上本啊，了有得我到底 GH 其實是蝦米物件咋？伊人有一個 area， 唔知有落這病人啊，把你個內面死啊咋？了伊人只點啲去，伊只無夠面死，我特別去救伊咋？你特別去講，你使來我怕流血，蝦米物件？特別去救伊，講哈，確定我過來，了就單一問你一個來咋，所以特項物件，了我明白啦，人做病人嘅出來人嗬，你特別是較急嘅嘛，你看到你爸家己你看嗬，無好時間看了，了個有了你急了別人唔急了啲叫呀了樣咪希望是樣嘅款啊性地個無咪好安尼人啲叫伊個無教人啊啲叫伊啊伊個然後你看面色淡薄你知道
伊人真诶，你知我大呢久啊，我想做朋友嘅伊人啊，哈我也是我未食伊平厝嘅物件诶，哈有時我都啥4分鐘咧，我嘅 mother 啲裙啊，摕落去，我就走落去去伊個別店去食呀。แล้ว我對來啊，我看我嘛會要就下去伊個桌頂去咧啊，所以我入去個房間，我看伊要我帶伊落井咯，我伊咪死來，我講按照我嘛會要伊無食，伊困咗，伊咪死甲我，因為我係咪啊？伊講我人要互伊食，但係伊買食嘛，伊買食，我人等你來，你互伊食啦。哈哈。现在你才没说了啊！回车来啊，回车搞嘟嘟，冲，回车搞啊！青枝 ，hello， 回車好冇？好。回車嘟個青枝啊，定住啦。攞隻上次多啊，哈，家定啷個講就聽唔見啊！我哋講到錄緊出啦，我係啥什麼？我基本是個人嘅，我是定住是講。伊就是看你到底遐邊，伊人特他們叫買做，叫你做。對。伊講看到冇店嘛，伊要叫物件，你幫助物件，要叫伊去搶你家己搶啊，你家己遐邊後尾家己去搶佢物件。因為有啲物件我，因係是講家己幫助，看 OK 啦。特別伊老血，伊老公講特別看伊會幫出來啊，若是有血特別積咗濟血。我唔是講。我唔是講甲因結教，講我要做，而是伊人做。我是無咪插，我是要緊我知講我大下邊是短嘅點聲嘅啦。我是講短點聲咧，我無插，我去學曬我爸，我免插你微笑做無做。要緊是我爸慢慢對就好，我成日看笑。特別伊樣要驗嘅時，因特別隻看，伊特別幫到者。伊樣無去做，我去做嚟講，伊樣乜咧知啊？所以無去插嘅啊，無啲雕講無寫講其實幫到者，伊會有咗者，但係你無插喎。所以我哋會到你知哦，你知攞去你紮佢啊，你看我係你爸 hospital 紮嘅時啊，你未使看啊，你厝人未使看，你除非你是樂觀還是迷信呢？我未打喊啊，到幾去？我走起來看。John 我嘛是看。Tapi because 我想我叫我甲你講啊，是你捌最你捌。我迄個private hospital 叫咩？蘇金。蘇金啊，蘇金嘅老官處，老官啊，課外嘛，嗰時我上捌，我人嘅高等嘅人嚟。有一個老官，伊細聲，伊甲我講。你啷都唔使24點鐘一個人去過嚟嘛？講這是蘇金嘅病處嘛，啷都出淚了。我講我看落去邊嘅蘇金嘅病處嘅意思啊，我未放心嘛，我未放心。我知我甲你講啊，早起我9點我要去病處啊。刷路我下去幫手，我去買粿買蝦米去送伊面試食。我若無送去送伊人食去交朋友嘅伊人啊，你叫伊人你帶路證伊人就無收入嘅啊。了個即係頂次時我唔知，我咪講到一件老官處下面啦嚇。我就講真，我就聽咗一個老官處告訴人啦，只要對住我爸接老官處時，我聽到一個朋友甲我講，伊個有一個本是蘇金嘅老官處，嗰啲邊嚟嘅，伊講伊叫伊嘅第一證，了條女啊，嚇咪條女，第一證就打個半。有影咩？有咩？我的視頻是單親條女啊。有影咩？可以啊，好彩我人這邊無安呢。我唔知，而家冇呀。啊，做死啦，好笑。我就講。都就會單親有女嘅。嘟啦，我唔知嘟啥咪話。你 OK，等陣我講。
我想下對，然後我你冇你第一正嘅事咪是叫你你看到國考嘅時候，可以彈是叮當上面國考咪試啊，咪 area 為咪彈嘅咯。然後我朋友到啲國考誒，即是伊教講人去看伊嘅，我隻朋友嘅媽啦，然後伊差唔多要過身咧，所以人大邊是大家伊 cancer 就啦咧。所以因為伊朗搞到去除嘅朋友拍靠到啲國考嘅，你咪是看到人彈伊正彈咯。你咪是借條俾冇點彈啊？我隻朋友啊！伊講我看啊，我未打喊了，一頭解佢講，安怎攞大正下邊攞個無去講。伊講我未打，安怎樣借條邊講唔是講做物件喎，樣啲拍殼，你講話咧，彈下邊嗬，伊講確定是 emergency 是安怎好，安怎咧一個就個咧無插一個機看，你講看未打喊？你知因為安怎啊？阿 John？伊人即個叫啥物啥物 private hospital 叫啥物？素人嚟落軍處，素人。伊素人嚟落軍處啊，有真正一間嘅房間嘛。嚇！一個面試個幾間，一個面試個幾間。伊個開那是啲大佬伊開啲即個啊，唔是伊人嘅改啊，伊人無休路嘅。特別我好彩啊，我爸古早是做老官了，佢老官安尼係老官個位嘛，個了是朋友啊，伊人知，所以我若是一個大嘅正啊，無插住個伊人會走來，伊人會走來啦。特別走來，你去房間徛成個茶頭呢。我無插嘅，我叫我嘛會執來看，看了我問伊人，安怎這個是安尼，安怎這個是安尼，伊人有應我。我就是，你知我要吹人，我到底 GH 是啦。嗱 ，OK， 我頭先我要講清楚嘅是，人到底 GH， 你特別是安尼濟人，安尼濟病人，我是在講伊袂使學識，你個安尼好教你去數錢嘅人嘅hospital，你就出路嘅數，我並非。所以我有看，我捌條朋友本到底下邊，阿妹我講我爸嘅事，因為我講羅名嘅，我有捌條下邊嘅人啦，因為即係濟病人都係嘛，然後佢樣出來人濟到邊教我濟個病人嘅時，我有拍殼係咩物件？你若是無類來講嗬，如果有在調去趁去大陸軍處啦，你因為你無咪學識你嗬，伊嘅你 service 真正無好來講，你個有陸軍來看你就，你話明白，特別，但是你個幾千人嘅時候，你若殺你心只痛，你就你看到安怎無來，安怎你急你個急你無，安怎無來，安怎無來。你看你家己嘅人啊，去坎坷啊，你係心企嘅。你看伊人無插呢？我去找我一個朋友帶去嗰邊嘅病處咗。伊我成個路了看了我未卡了，未卡掉。你啊，這是意思，我講唔係未卡，你看一隻未卡掉。我未即係我要開喙啊，特別我唔敢成日起哄啦。我較小心，我甲伊講，唔是啊，即人啊老人啊艱苦了，你應該啊，你若是未求伊啊，求一個老官來看一下啦。你看伊個家啊，伊個人安尼煩惱，我甲伊講，鬥卡手啦，做人袂理你就，你做安怎？你做安怎後本事來啊？你保庇天公啊！你唔通你老嘅點點，你人做你安尼款。我 actually 我本時有嚟看，我到底頭一名要幾時？頭一名第二名我係actually 是大幾名？拜四到拜二，對拜二一名，拜三一名，แล้ว下拜四我 transfer， so 我是。感覺到，不，我要叫伊面試來做物件事，我袂使吵人，因為我買貨嘅人，我再講這是政府嘅勞工處，伊人本真無嘅，我唔明白。特別我要叫伊人來做物件，伊人若是你無夠硬，
伊無插路誒。那是你真正辣，哎呀，正辣！我就是俾妹阿龍，正辣，你叫張輝我留你 message。阿龍，阿龍，你嘅站會是我係見節嚟。我站咩？你早起介紹掉啊 message 講正辣咧。我佢直接我企你十位，我聽我自擺嚟講嘅面嘢，我聽無。唔是自擺係正辣，我咱講實正嚴重啊，正辣啊，是正辣啊，是咱我講唔對，是正辣。我 actually 我腦裏冇講嘅咯，所以我唔知我是正辣嘅是正辣咯。特別較只應該，特別講應該啦，應該是無皮康嘅意味。係啦，應該是正辣，我係正辣嘅對。正辣啦，正辣嚇！因為我係朋友嚇，阿老闆做啊，伊個爸是專招中國即個妹嘅人。你講伊是長沙人嘅啦，伊唔是環境出事嘅啦。對，I think 伊唔知，I think 是伊度，是伊個江嗰邊出事咧，伊講甲伊爸講嘅是較到啲中國嗰邊嘅講嘅啦，所以伊講我唔捌聽過正辣，伊講是正辣，咁樣是上。對，應該是你看咧，我甲你講，咱人有講一音啊，有皮康音啊，攏總是因為番話嘅。哦，所以咱人變做變來有講一字，真奇怪有皮康，因為我想袂記。等住我講咩？等住我講嘅咪是啊，我講打。對，咱人講啊大啊，咱人講一皮康，因為迄個娘娘甲你講話。lama山丹蛇。山丹嚇，所以咱人變來學嘅話，就講一奇怪嘅皮康音出來，冇關係物件嚟。OK，我可以繼續講。Anyway，我咪回你講，等我講個道路，我講正辣了哎呀，等我講咩錄緊厝誒？去咗普羅啦。而家普羅對面來喎，屌普羅。但我講咩啊？講個正辣誒。錄緊厝。錄緊厝，你叫咧意思。哈哈，然後我對，伊就是講伊無正辣啦 ，emergency 啦，伊無想講伊只 emergency 伊無插路嘅咋。然後若是講你除非你去叫伊，但差唔多無幫先幫我爸個幾隻人到底邊度是。我爸坎坷，你安怎 expect 伊袂使徛起來就到底退掉 ，because 伊徛起來伊老歲，所以退掉。我幾日到啊！一叫我看伊叫嘅面試，我想去過好幫就是咪對那是，我看伊叫嘅面試無人插伊嘅喎，所以我看到一單我就袂打下，我嘛教佢指講，我無插安怎，你人叫我安怎，我今日就要到正困，所以我特別教就係，因為咪是我平特別你個袂使罵人話面試，因為你一樣個時候。面試過特別嚟做特別 treat 你爸嘛，所以你袂使錯人。特別你特別食粉，我就特別是講大人，你使來食大人，我係使來食人，喺叫伊。南西來了，南西歡迎。John，喂。你指起啥？大頭頭啊！你指起啥？你到底都是six bed section or the general public section？伊是伊 open 嘅嘛，是唔是？有真濟面床嘅，然後一個 counter 到啲center。對，我唔知。所以你到底好便宜啦。伊個 ward 是 actually 是 post surgery 嘅 ward，so 下邊較無百位，無比百位咧濟人個，就下邊是有啲算，下邊成個是有唔知是9條還是10幾條啦，特別伊yes，你知百位嘅我啊，我見過百位我，靠較濟啊，唔知伊名稱啊，接條排隊咧，邊咧接條佢排，了 OK， 咱講無愛講頭一條，無愛講有紅線嗎？無愛講有紅線啦，了暗暝你看到物件無？嚇死咧，嚇死我無插我係腦啊！無去插小安尼這物件啦，我要緊頭只 priority 是要講，我講你啊，這物件你聽你就知講這麼事我無插小有幾無幾啊？伊袂當伊怎辦啊？你知我就派款你幫曬對唔對？未幫曬成個你我卡住坑脫掉㗎，那是伊抌啦，那是伊垃圾啊，我未幫曬。咁樣就幫佢邊？攞到
我跟你講，我變咗教我爸時，我頭一條物件要緊嘅物件就是教我爸，厝嘅物件咁了無插我下面物件，我無去想我 standard 真正嘅，我咁了物件 priority 是放下我爸呢。頭一暝，我落去放曬。冇，我唔是落去放曬啊！我冇去想到講放曬係你物件就冇應嘅咧教我爸。然後我哋伊個我來選嘅時，伊個老官啊大老官，伊叫伊面試官嘛，人出去嘅了嘅，伊講買有別嚟，買嘅了 patient 又買有別人，because 有冇 discuss 嘅 case 上面，所以官嘛落去嘅了，我嗱落去樓下等咯，所以我有記掉我嘅電話、電頭係咪，我 back 我度去 charge 我嘅電話，charge 半。啊！我食物嘅上面我俾爐碟包啊，後我爸伊冇咩食嘛，所以俾爐碟包買咯係咪？然後我伊點個了冚啊嘛，喺邊點啊？我走落去樓下時，我去買到水啦，特別我冇去買到冇食物嘅買啊邊，然後我個部愛出去嘛，所以我咪是食我爸，我唔俾罐包爐碟包，所以我啲樓下食啲爐碟包咁連米咯，然後食下攰啊，死啊不到愛放曬。哎媽嘅嘥啊！喎，我是講我無法啦，我講我無臭啊，放曬咪是放曬咯。我有想到啦，特別我講我冇法度啊！我較要緊嘅物件，唔是我特別都係放曬。了我甲我爸講啊嘛，講你有捐看了，你拍電話給我啦。伊就講行順了，你拍電話給我了，走去咯。所以我咪是行咗去嗰時，我就行去後尾要吹插電頭，要吹電頭插再吹電頭啊！行咗去你後尾嗰時，我看到我看人當面拍角，一個朋友一請到 hospital 講，一個冇請到 hospital 講。然後我看到樣我時間悄悄，然後就等人啦，然後我講我要吹電插頭，然後我佢講，你行開頭，你看你對我喎，只肯走嚟，你講你是唔是你邊啲好見呢？到底攞罐厝你知哦？呢個直接講得暗暗下邊嘅，because 我講無人暗暗有可能看領下邊 ，because 要烘啦頭先，你冇到時逼切就抓到啲樓頂啊，所以我落嚟時特別走去除烘咯。你我行嚟時走嚟講講，講我朋友係自己條定義，你嚟當到罐厝就節節了，當然好了，要食米糕餅，所以我買米糕餅嚟可以食啊。伊講要聽你本來學嘅誒show嘅。แล้วก็เอาลูกเกลือแล้วลูกเกลือเชื่อว่าแล้วคันนี้จะปาแล้วจะเชื่อว่าก่อนพักค็อกเทลแล้วเขาเชื่อแล้วบอกให้นี่สิอัพตัวปังไซอ่ะแล้วส่วนว่าปตทเหรอจะอะไรมีแล้วว่าปตทเหรอ我們是แก吹砧板咯แล้ว我看到一個砧板咧我們是冇大啦我再講我爸วัด佢เป็น有砧板樓下冇砧板แล้ว我走去吹樓你冚咧依個你 outpatient 嘅話我啲冚咧啊所以我是扮講伊冚咧我可能個情緒咯แล้ว我記住佢伊是情緒啊無啦三老實講特別我小學幾年啊我有可能差唔多有15年冇我多整18年 maybe 16年17年我唔捌用褲嘅就唔扮晒哎呦แล้ว我去教明我是冇你叫我坐咧站慢咧我是扣架吉利啦你是褲掉你卡前面凍掉咧淡淡嘅站慢你知道แล้ว我就特別冇站慢抓冇站慢抓我還是我係now是 solve problem solving 嘅我冇去講安怎 avoid 啦但是講我是無事嚟講嚇我到可能拍電話叫我爸聽定接我叫我爸載我去 hotel 去辦啊什麼 so 我到入去就經看 assess 看伊坑安怎我特別安怎幫曬我冇咁樣做我 tissue paper 啦我冇咁樣做然後我 assess 看我咁樣做教我 tissue 教冇教然後看伊個牆嘅你水嘅 pipe 吉利破吉利我時我看pipe 唔知有嘥啊嘛那時แล้วสิว่าตัวโอเคเอาสิเอาก็โอเคว่าใส่ปังอ่ะแล้วว่ามาปังเนาะโอเคแล้ว冇數還是老實講我冇去想咧，就我去ปัง我爸拍電話嚟，我講嚟啊嚟啊，而家冇老公個未遞過，你冇起嚟過，而家我講。แล้ว我佢講 OK 唔要緊，我到啲樓下，我講我這條揸電話，我幫使
我放晒了，我去揸下電話，佢起來，伊講我爸時啊，你知講伊是啲聽了，特啲落棍厝嘅人講。亂抓放晒，亂抓放晒，你唔你知，你咪拍電話叫阿子嚟載你去學校。你胡你知嘛？哇！你也夠啦，我只一時都一間老棍厝， GH，呢邊有 hotel 啊？誒，我冇想咧坐了啦，我冇想咧坐了。我要緊，我都唔敢放我爸了。邊個冇 hotel，冇 hotel 啦。冇 hotel 啦，邊 GH 嗰個唔是 hotel 係咩？我你卡古徑嘅路冇，卡古徑嘅路出來就是 hotel 了，只係近呀。Tolo kami有hotel, Dato Krama tolo hotel. 伊唔是 Dato Krama，伊唔是 Anson Road 係咩 ？Anson Road 唔是 hotel 嘅。唔是啦，呢個 GAC Polo Ground Residency Western Road 嘅位嘅。OK， Absolute 有，你講嘅 Absolute 就係 Anson Road 有。特別我真係真係會啊會啊。OK，我頭先我冇開車，我冇開車。你 Uber 嘛，先。我 Uber 特別，我唔敢放我爸，所以我咪離開 hospital 裏邊邊。佢 call Uber 去幫晒我。誇張。然後我都對來做衛生部長啊！你馬來西亞嚟，佢哋多率啊，把啲多率。清氣嘅啦，係啊。出自情辦嚟，出自情。誒，我同你講，actually 講到嘟好啦，咱過掉誒toilet啦。actually toilet 啊，冇地都垃圾，我冇見佢邊個啦。但是講你嚟韓國嘅話啦，public toilet 是正清氣嘅啫。伊是看伊人啦，伊是 public 啦。佢哋咧講，咱咪講韓國嘛，佢哋咪講韓國，咱咪講韓國咪嘅，所以佢哋講。我係加阿龍白白講 style。嚇 ，OK 好。แล้ว OK 得，แล้ว OK 我咪放曬我爸對上電話，แล้ว我講我就我嘅 gut reaction 就係就是講，冇我放咧，其實我是啲放掉曬佢咋，係一半，我直啲哭了啦。我講我爸講，แล้ว伊 reception 個冇咪好啊，我覺得聽到，我講唔係歹嘅，我講我放了 ，OK 啦，我免話我放了咧，我當時要 judge 我等我咧。冇，我嗰啲伊就點解咧？嗰啲為我煩惱咁，或者放曬。你幾標人哦？冇人，規間冇人，我唔我知人。就講嘅，即係咧大漢教老爸講啲放曬。แล้วว่าตัวที่ว่าตัวเราขับปังแล้วโอเคสวาเชงแล้วขี้เขียวแล้วก็จะ到是ไป4隻 key 時，還是我 already 先少少講被安裝 transfer 而家啦。然後特別還是有被有 resolution 嘅我唔知安裝個，所以ไป4隻 key 時，我本條成日被放曬咗隻 key แล้ว到底要 what 入面放，係你冇時隻二本特別我老實講，還是我冇去想到二啦。伊是淡咧，落去แล้วกู接近個會嘅แล้ว。哎呦，我冇插咧，我同你講，我冇，還是我冇，我平記，我成個我 priority 冇上去，我 now 成個冇上去啊。你先企係大行㗎了啊！家下我有冇 focus already？แล้ว我就係講我聽這物件，我嗱啥掉，我唔知，我冇得做掉安係物件，我本會只冰冰去做啦。對，我明白。Because 你拿我點樣想啊？係你第要緊你做頭先。我第要緊就是make sure 我係8號時了，所以我冇出你物件啦，冇去想嘅了。แล้ว我是我是被講攏 hospital 食咩啊 ？hospital 會食誒物件，就是 OK，就是咱捌大過咯，佢啊南西應該捌啦，成日過。唔是成驚了，我攰到阿咪曬冇。大了看地少1刀、2刀、3刀，應該有4刀啊，4刀，4刀咯，特別是大 private 啦。我就係驚教我們呢，我爸是年頭咯，我爸咯。是到尾教我們 hospital 嘅了是個 bad experience 啦，對我是我個做保險咧，定咪我就出自 hospital 就濟嘛。都盡量啦，盡量是 A 是咪去啦，即係是 hospital 啦。我諗唔是啦，講特別我是講 at least 無你無類嚟講係哦，at least 有攤你有
趁落觀看你就，你咪成個直頭無類啊，你死人可能。對啊對啊對啊。因為我知我明白，唔是特人有辦法。老實講啦，我老實講，我係爸讓70幾歲人啊，嗬，伊 insurance 真正歹買，你知伊 premium 嗰隻貴，了。你買掉因為 cover 冇錢借咋，因為那 premium 就。sometimes 你愛經 hospital 買寫字，因為嗬，你直接去啦，你只坎坷出來嘅喂。哦。尤其是你是教我們 hospital，伊是冇幫你出來嘅喂，伊直直講你家己就俾responsible 啦，咪數啦。對咯，往時就變咗咯。因為我嘅爸是伊只係失去嘛，所以。送去第一件嘅教我們 hospital 咯，無法咯 ambulance。所以迄個時我看伊較好勢，直接了我嘛愛 transfer 伊去 private 嘅，我無插，我就是愛 transfer 伊去 private 嘅，迄個時累迄個我買去上啲資料 ，transfer 去甲百貴了，嘛咱知我去硬愛帶出來嘅時，doctor 是無好嘅講真，我是硬愛帶出來，我安排好個 ambulance 甲了，愛轉伊去 private 了。แล้วซันได้รู้ไอ้ป้า unconscious เหรอso once unconscious แล้วอ่ะจะไปสวาหลังไปสวาแล้ว private hospital มันบุษิวเลยตัวเดี๋ยวสิตัวเล็กแล้วล่ะนี่คน so เดี๋ยว所以 lose conscious 時咧會 start 做下咩 decision 咧冇 I mean 唔是 emergency 啦你好似看好好 go for few option go for few opinions 啦 doctor opinionsแล้วก็จีบเข่งสิบ่เฮียไม่ล่ะ講好嘅จีกันแล้วก็嚟จีบ對講จีบล่ะ我就是我經驗就是咧南西因為我嘅爸是伊 actually 是去做 outpatient treatment 了伊老會未知所以伊就讀到 GH 啊嘛 GH outpatient 了所以真正 understandable 的伊直頭送伊過去伊隔壁我然後接去แล้ว我們是講我唔是講我累大把我被唔是都是愛伊 comfortable 嘛咁無你愛伊 comfortable 了你愛伊舒服了你本愛你個嘅人啦對個嘅人本真大 impact 嘅唔是講困掉嘅人本我出節看車佢個伊啱未早起人嗬本會本唔是鐵人嚟對你個病人啊人真一個嘅人啊伊身體真酸啊！真酸對，真酸了，真啊，了買本真多啫。對，因為我去教我們看到人家了，對面近住 cancer，對，隔壁去 cancer，了後尾去 cancer，特係日本有嘅，哇！你有影成坐啲一個，成個你 hell 你看到坐啲面㗎。我係記我驚，南西咱無講到嗬 ，because 咱就是我對路嘅是 before 嘅時，我講 before 你教我講，你是講可能呢？我有想到，特別是無 expect 講會真正 happen 啦，我是想到可能。แล้ว我去教時時陣，我就是下嚟了，就是我有一落來細漢甲大漢，我對老軍處，尤其是嗰政府老軍處。因為有淡薄無好嘅memory 啦，我啲想到就是我直到細漢嘅時，咱咪嘅總結咯，我唔知咱咪變嚟咪嘅總結啊。所以嘅嘅總結是當中嘅。嚇，伊是我嘅爸嘅K 爸嚟啦，伊只係我嘅爸嘅，然後我姊是叫伊成 K 講嘅，叫伊台巴只個位爆掉啦，แล้ว伊ตัวมาสิ接落軍處時，伊ตัว DGH เลยprivate 是叫唔知咩private room นั่น啦แล้ว伊我去看伊細漢嘅時，我落電梯落來時，伊電梯開起來，有一個人殺掉咧，伊 stretcher 名稱為。accident 喺上面唔知血㗎了，然後實際我嚇掉你就細漢時嚇掉，然後我就真驚啦，然後如果第二條是你看到人啊受苦嘅時啊，就因為心就真正亂，你知道是唔是咁曬？你看到人成講啊聽，然後是會心就亂。有咧伊夜接來時候，伊規身軀血啦，嗰是骹手啦，唔知安怎了，真。總之是你看一隻無清心就亂就對啦。也無真亂嘅咁，你嗱
不要講啦。我根本是開始一筆類吼，成日電無到海我爸走本好啦，我根本都在話是，伊是基本起家，伊 I mean 伊是 let's say 伊會起家 private 本好，伊無好啦嚇，伊無好伊把路伊安怎伊 ending 本是我爸本是貴線了嘛咁無，伊為起家 private hospital 伊貴線本好啦，本是貴線啦嚇，end up 本是。注定嘅啦，即樣嘅。特別我咁悶。你是講at least 伊較 comfortable 嘛？comfortable 啲，伊走 before 伊走嘅時，伊啲一個較 comfortable 嘅一個所在走，我咁悶。我就是我到啲你 GH 時，我就想講 OK。我是想講的是，哎呦，我唔知講。好佳在我是想到好佳在我有大學病，因為啊，我唔知安怎，你安怎講住迄個點聲只 strict 嘅咯就，伊袂使，伊一刀一人嚟，一刀一人咧，only 是伊迄種真正 serious 嘅人，該會使有家己人啲邊甲講，因為伊個 nurse 是過袂來嘅，對，伊 nurse 是真正無用咧，我都係垃圾，唔使攏迄邊甲會哦，我真解吼。伊無甲倒對迄個patient情倒對曬哦，甲了patient無情曬哦。規個 ward 甲了吼，甲了uncle啦，因為伊是樣甲 serious 樣甲了綁啲成嘛。你係 doctor hand 伊會上來看了吼，你看綁掉了，我爸無情曬了 ，topless。你我爸啲咩shaking，所以問你使無人咧？你解我大解 nurse 講，你兜卡手是，你些 doctor 看了伊有，看了伊身軀吼。伊無解程對三刀架手一個解程度對那是往不的，跟住上本呢，迄個 nurse 無解程度對嘅，伊講干了人嘛是無情嘅。哦，就是咯，要都會啊，是你 ICIO 還是讓到做 something 呢？伊無本啊，我爸有影 ICIO 是，我爸80歲來了，伊家無情啥。我就是，你看到都係心跳。就是，咱家己我是就到較早時講嘅時候，你看到家己心跳。真啊心跳誒，真誒，你伊食緊嗰邊搞，伊冷，而且你會發燒，伊有發燒，伊發燒但是發冷嘅嘛，咁無發燒啊，但是發冷。你無人計情啥，但到基本是第三就是開咗了嘅哦。你唔是，咁你人本身開掉嘅哦，咁樣還哪啦，咁你哪啦，咁你無情啥嘅咧，嘅去喎。特別還那個人那食鹹椒嘛，未必人食會做啊，係打閒垃圾啦。特別我等人別的，我爸有影慢慢意思啲發冷掉，啲發冷。我食你嗰邊我觀察，你到底 serious 唔就有夠生嘅食啦，還是有啲掉 drip 啦？你生嘅食誒是攞嘅學到咪學到？我識到即係物件怎啊？講下。是有咧 OK 上啊，迄個UH 咧，呢啲快 OK 啦。我看過我朋友，我見看過我朋友食一盒人當牛排哦。我朋友開刀啊，俾學人當牛排食啊。我每個朋友人真食，別個都食。你我講，啦我講都食，你我食就好食哦，我講別個食好食哦。特別我明白做咩開刀學牛排食啊，什麼做咖喱嘅。我冇辦當，冇辦當嘅喎，樣冇辦當嘅。因為我擺你是冇咯，樣唔知啦，唔是買就是落地裝可能嘅啦。private 你就學到經咯。伊上個 hotel，上個 restaurant 咧，伊家嘅 menu 加起來學到經嚇。啱未學到經乜滯咯，乜滯啱未學到經乜滯咯，特知。喂爸。都講嘅字 actually 是有開刀看下咪病啦，是講 normal 冇咪開刀嘅病下咪咧 private 是 OK 嘅，會情況搞掂咗嘅。I mean，把你往等人。一個 family 你講啥事情況都夾唔出咧，啱冇？所以第好是去 private 啦。成一個dengue下面咯，第好是去 private，because 講特別我做保險債嘛 ，discharge 呢些是一個 dengue，伊干那 observe 嘛，伊無藥劑嘛。
我3000幾4誒你看數字，等住我去我 experience 就是自己是我係八大一間咯，我去辦大 hospital 啦，辦嘟 sorry 啊，嘟大啊，嘟大嘅好聽，แล้ว我去嘟大極犀利。我去嘟大度嘅時候，嘟大就上岸啊，哎呀上岸哦，上岸是。係咯，係啊，แล้วคิดตัวใต้จริงๆแล้วว่า experience 就知道伊個 actually 我唔知是我到底比較住喺係什麼，我感覺到伊面試是真正好，伊個 service 面試真好。แล้ว樂觀好是要見特別你面試過，伊這個你樂觀看嘅嘛對。是，真係是我看伊面試好啊，我更加放心哦，我係對厝你知哦。啊，你對厝間無，你個人誒，你個人本心情嘛，真係唔是講係累是何意呢，是累本，一定累是廿嚟買累心情。對。啊，看病人本就快好，因為心底下人可快醫未好上面就是 lack of the caring。你看，未好，innocent care。嚇，伊無這種嘅 caring 係咪哦？你看病未好，因為你成晚講看到這對面死啦，他定個隔壁死啦，後尾死啦，特之上啊 every hour 有人死，你看呢？你看病人看了本垃圾就電視舊啊。係啦。我甲你講啊，我家己捌入病厝啦。迄個頂擺點先我入病厝啊，少年啊戇歹，我做朋友甲伊面試甲面試頭下面有，然後只係開刀啊，早起開刀，3點轉去房間，6點半老官要來伊個樓呢時，伊即擺房間找我無啊，看伊面試啊講，伊patient去倒咯，伊個面試頭甲伊講，甲伊個面試講，你起頂面啊！你見到你隨著伊個，你查某啊！一起頂面咧，去小飛機，有影啊！我去我殺伊個 drip， 我殺去頂面。特別講這我屬較大 hospital 嘅咯就，好真係真嘅。不然我屬較大嘅，真係真小嘅，上間有談先。開一個 small operation 去大隻哦，有睇 claim 啦嚇。我本隻小妹到學嘅。講佢嚟。特別我講林世講先 ，sorry。阿龍講先。你就講我係個數就等我有數字嘅物件，人講我16歲就死嘅嘛。anyway， 咁咪直接講啦咯，係我頭。係咯，我嚟韓國整呢行。我 make sure 講我成顧好勢咪，我真驚講 visa 被 approve 嘛。我唯一看老官咯，係啦，有時我真正無慮咯。老實講，我哋邊咧做講真正無慮嘅。係咯，我未當未曬咧，無慮了，我甲上邊看老官，所以我未看正，我成未成咗就講，我有俾保險啦，所以唔知講，即保險咪 cover 之類 cover 之類。我都係講，我白照冇咩好事啦，正後面冇事啊。係咯，係咯，叫尾無法度啦，有一隻物件，actually 保險未 cover 啊 ，actually 住住嘅 hospital 是。真正無達嘅，數字你講，數字你咯，係咯，你 general 嘅我估冇咩愛去排隊嘅啲物件㗎啦。係咯，我因為我就講我表哥講，我16歲死，我真嘅，我佢哋講，係咯，我唔知做咩事啊，我接邊 hospital 啦，我今日就講，有時講我有一個真奇怪病啦，你真懷疑咯，做咩事咧？得奇怪病咧，有咩奇怪？有人跟叫啊！哦，咁我上邊曬到啲上邊 self victimize 一種嘅 feeling 㗎。我自己想，有時講有一種係啷個病嗬，可能看到講哇，你個你病咧，你佢發覺就好啲嘅啊，你個邊佢係 positive 啊，所以我常常有安尼款嘅一種嘅 urge 講，有時我佢你病就好啊。所以我真係我俾到開邊度。我冚起係你鬼神你啊並亂，我冚起先啊。แล้วน้ำใสจะไม่สุดลูกแกนตัวเลยว่าเสียบ่เป็นเป็กจะไม่สุดลูกไม่ตัวรู้สึกก็รู้สึกเดี๋ยวจะแปลแล้วลูกก็ทัน
用 insurance 到 hospital 上面，我冇明白，你講這不是咩到 hospital？因為第一嗬，第一你到 hospital 嗬，แล้ว學佢識嘅人在先，即係佢識嘅人㗎แล้ว嗬嚟看路啦。哎呀，我八句我大啲，一個人嘅環境嗬，我朋友有一個咧來成佢八啲，開始嚟傾偈。有，啲數據八啲嘅好啊。有時嚟嘅對嘅樣講。我日病就嘛是家己一人住一個房間。tapi啊有攏知道講 insurance 叫啥物？保險。你若是住去病厝啊，你保險啊，你若是看病，你特別大，你話無大，伊保險無包。tapi 我就無愛住病厝誒。所以我若有人好勢了，我就直接亂甲伊唔死頭。會對啊！我會對，講你袂使對，你對落保險無賠你。tapi 你若是愛咧，我甲老公講，叫老公來驗你看。若是好勢，叫老公互你 leave of absence， 你會對去今日你去困，晚隻早起你個對來。會，有做工喺度 on leave 你學你 leave of absence， 所以我入病厝我是安尼嘛，我若是好勢了啊，我唔愛住，我無愛住病厝 ，because 因為你閒，你特特一人困了眠床嘛，無朋友來看電視機啊，是特特有朋友來看哦，像我成驚的時，哇，看特特只看大妹哦，看有無人來看啊。唔知我好看，佢知乜嘢？可能冇人接嚟看我。是有朋友大支出去 OK， 你歡喜嘅。誒，你就爽佢就咯，學咁冇邊朋友啊，冇邊見面嘅朋友學咁接係點喎？好嚟看啦，嚇！因看到 Facebook post 下，來佢電嚟咯。咁樣嚟。南西啊，姑收啊！南西啊，我大病厝若是咧門開有人入來啊，我頭接咧，我看咧就入來，我看伊口動去塗骹我頭先。哎呀，你驚咩？我大年坐到我就講真，我大年坐到唔捌拄過。哦。我大四包，我唔捌拄過。我甲你講，我國外嘛去病厝啊，我無想過安尼物件就，我甲阿妹啊9點阿嬤嬤，我家己，我講即個。我家己本身看病大去病厝，我驚。哦，你是唔是驚鬼？你咁買大嘅樹，啥？人家掉冇笑，你話人家掉。哦，人家掉冇嚟啊！冇啦，我hospital都冇嚟。你做邊隨一間嗬，你 feel belonging 嘅，你問起是所大。成個我嗬，就20年，我本是 follow， 我本是我 stick back 到一間嘅 hospital 嚟。我無講一間大，迄間大。所以我大家上班。你個識氣，你個關係識。你曬個咧拔我，喺你 doctor 個咧拔我咧，係咪？什麼時無上嘅 call 啊，無上 call 嘅 doctor 啊，係咪 specialist 個咧拔我嗰啲去？你為 file 啲邊教我自己啊，除咗為 file 成一本冊你教。所以我接我 anytime 接有時開 WiFi， 但係我係咪 allergic， 我電視做過咪個了樣。所以第一好是安尼款，咪正價大，迄邊價大。所以你 file 個了一 stack 啲。咱講即，但我咱講就類嘅數。我老實講啦，攏知我唔是，攏知我是阿面做工人，唔是講成話好嘅啊，是做咩生意人。我若是講。我啲想啦，因為我拄着我甲你講我捌着，像我捌着一個河南嘅 family 啊，我甲伊當今到啲 Facebook 有講話，甲伊嘛有講話了。伊樣到啲面故事，我是甲伊播啦，有講話，แล้ว我變做朋友去，แล้ว伊個另外一 family 本第二 family 我冇睇到 contact information，特別我有拍 call 是有講起，我 transfer 我爸是伊人順我叫我出來。特別我拜 ambulance 嘅人就啲個，我 arrange private ambulance 嚟坐我爸，所以我就啲單有依個靠，但我就教你另外一個家庭講話啦，河南啦，伊教我講，係咪是我心跳我聽到嘅事，因為我按照你爸，because 你知嘛，樣看到我爸就知，
所以因為我講我今日就要 transfer 過去北京 hospital 啦，看我厝嘅，我冇你在。我不愛講啊！我俾坐去蘇州 hospital 較 comfortable。啊，是啦，伊人安怎想？我心痛，我自己所以我講我俾選我爸去較我，特別舒適本啊，因為係較我係厝本啊，到底班唔知到位，班大到。宋愛多啊！啊，我係厝是到宋愛多，我唔是到宋愛多啊，邊，所以冇講真係回啦，見啦。然後我講我俾選伊較去較我咯。แล้วอีก講好啦，อีก講อันนี้อีก講ลู有在調到頭去山就好啦，อีก講我人不在調，อีก講呢，哎呦我聽我個哎呦我心個碎呢，聽了。做咩來 abandon 你了啦？冇啦，唔是想講 abandon 啊，即是我唔是講 abandon 啊，我是 feel 到講你我是 hockey， 我 hockey 嚇，我有 hockey， 我有在調，你知唔知？然後我老師啲想了講，你算我是做乜事感覺到我會較有在調，因為我有兄弟啊頭一條，第二條我趁美金，但是講我開一條雷河嘅巴是美金來啦，唔是 ringgit 來啊，我就真正開啊，你知唔知？所以你想到講一條路，伊是你講人講起來做工人啦，做工人嚇，安尼這路本是真正艱苦摕出來，本來唔是講硬啦，那是我是因為想到我是因為我開美金嘅事啊，我較無能解呢，你知道？所以我聽到我是哇，我心真艱苦咯，我是講哇。哎呦，阿邊我是想到我是 hockey， 唔是特人換咧，可能 hockey 嘅就。啲迄邊格唔是特客人會走嘅，你知哦。都是咯。啊，唔是特客人會走嘅。特別 H 老師講是，咱國家無路用咯。你人無食，那對食好啊。即係咱作為人嘅人民啊，即係 health 嘅 issue 啊是真係要緊嘅。老實講是咱國家無用咯。應該特人破病不有路軍看較掉嘅。特別有啊。在新加坡government是好過 private 嘅啫。啊 no， 是咯，應該你睇。韓國香港嘅了，government 好過 private hospital 嘅啊。but 嗰一條啊，伊病人啊會有，所以我嘛關心90歲啊，妹啊。一個月病住啊，大一個月兩個月，兩禮拜啊，tetap 兩禮拜啊，伊 hospital 嘅 officer 就打電話，就講你落嚟行雷後先，兩禮拜就俾行伊人雷啊，我嘛90歲就 insurance 到路搞不了，冇 insurance 嘛。這是數字啦，為啦。數字啦我講台灣嘅時陣，我係頭接落關處嘅事。我是講 OK 啦，我學期啦嚇，我喺美國裏，我對佢我頭隻接期時我都學 tap day，會學 tap day 嘛，定見 tap day。So 我講 OK，我是教我老公，講我係爸冇 insurance，你會使教我講。話阿格伊會開阿格在這裏，所以我人會 prepare 啦。แล้ว because 我唔是講有在這裏嘛，唔是講好嘅嘛，做邊咧學嘅 podcast 就冇裏談。呢時我冇講談在這裏，特別你學我再講這個 range，我冇計講我是要再 range，because 我教下朋友我冇插講我是阿格講我會再調我家去，所以呢度教我講阿格這 range 就好咯。แล้ว我咪是去學第地咯，學第地嗰時啊，一頭一節拜四節拜個拜四下晡晚去啦。แล้ว伊講那是馬仔早起，伊就會做伊這手術做咩啊 surgery 嘅咩？開刀啦，因為開刀了，แล้ว伊特別 actually 是冇開，個冇刀啦，會開刀。是用嗰啲咩嘛？用 scope 啦，用 scope 做 procedure 啦，แล้ว伊咪是去做啊，跛個就做啊嘛，跛個做呢隻 procedure 是第一開刀是第一大條嘅類咯。我特啲掛靠就
還是我看啦，把做設計好時出來，後面我到底早起時我到底面落關注單呢？誒出來看到後面個咧，時我個走了時，下晡時哦，拍話來哦，講啊你 deposit 唔夠啊，你上嚟興較嘅 deposit 啊，然後咧就再去興，誒用了而家啦 deposit，因為你用而家一個月你 deposit 幾多錢啊？然後就計學咯，然後就可以之後我 credit card 即係規律要定啦，我就可以較濟啦。所以我驚講，我若是無地時，我買我紙嘅時，我買人佢哋去撞啊，學路嘅可能就，所以我可以較濟可以掉掉。唔係，我大條本都就係只佢拿了 iPhone 啦。呀，搭機 hospital，我到底搬嘟，我嘟帶，搬對嗰個嘟帶，班隊是出名貴啊，好唔好？特別貴啊！特別，冇啊，老闆來冇咁貴。我是啊，冇啦，老闆來夾即個那個更加貴。Glen 貴，Glen 貴 ，I 本就貴喎 ，I 本就貴 ，I 本是真貴啲。我就是頭嘅時，我唔是講愛去到咯，我就實去㗎。我有好嘅就係我一個朋友，到下次我朋友到 DGH 做老管 specialist，伊有教我，有到下手啦 ，because 有別人咁咪，你唔是講愛去嘅，使去嘅，你俾看，伊 specialist 係燒爐啊，什麼啊，你去搞邊是買燒爐嘅時間就好。一開始是未啦，伊教我講嗰時你去 emergency 是未買燒，特別我驚你就是講好頭好尾嘛，我八點到時捌看南華醫嘅老官嘅，所以我成日要去南華醫個玩處，所以我講阿無去南華醫咯，แล้ว try 嘅時伊老官無地，伊老官去一項，所以被生氣，所以我特別找另外一個 alternative 咧，要找我朋友個大學處，我找嘅是找較玩嚟處，伊講對亂嚟講會較方便，你免過咧前頭行大隻搭車要死嘅可能แล้ว我咪是後尾走去辦底特別。所以我真正 suka 伊個hospital 咯。我是應該是到啲 GH 來看到係有天嘅地，可能挺慘啦。特別我若實樣嘅 nursing care 個真正好，了醫療官個好。即係有Starbucks本。老卡Starbucks。有Starbucks。他那特間嘅時間你繼續了有Starbucks嘅。我冇去過，我本就有Starbucks，本嚟嘅，你講班都是本嚟嘅啦。對。我冇去過，我本就有Starbucks。咱 KL 啦 ，Glen 有Starbucks，班都有Starbucks，其實嘅有Starbucks嘅啊。Subway本有啦，咪講Starbucks啦。特別我落去樓下，伊就攤隻啥經濟盤咧，好食咯，我去食應該笨笨。經濟盤好似係，我是 S 字頭嘅。S 字頭。我係記咧，我唔知重點啦。我係記講，我係罵佢自講嘅就，呢個用一生話咧，佢又話伊買對厝咋？一生話咧，伊買對厝就，未是講你成走咧。你講下幾多日子會使用？伊買對厝。你對唔住我？你嘢好食，一輩就好食。我是特登去做工哦，做保險嘅時去做工去 hospital 啦。我嘅食了陪我家走。順便都興食。我當時咧，我係講好咧啲六樓坑喺邊格，有食咧要10倍嘅。有呀，老官厝幾若間嘅無上邊咧嘅老官厝幾若間遐，有人只是家去那邊食，伊那邊食物件。南華醫，我聽南華醫樓食物件，本是有啦，這些人去那邊食啦。就好似啊。我講講，扮演，邊咧？你講扮演。邊咧冇貴不能去食，邊咧之前咧嗬是冇 O'Brien 嘅度。Glen Eagles 嘅 O'Brien 是轉邊咧頭一間嘅。哦，所以我講就 O'Brien 啊，佢邊行 O'Brien，佢哋 lunch time 喺 Northern Road 嘛，前日隻 office 嘛，喺 lunch time 走去 hospital 就撚住啦。個有頂得 Adventist Hospital 要俾 cinnamon bun 就好似啊，落地就好似啊。Adventist 係 bakery 啊，bakery 伊落地就好食。伊落地伊 cinnamon bun 所以記就好似。特別伊嘅鏡邊，我係朋友嘅。咯。哦，我當時去排隊的，我靠排隊啊嚇，一隻開嘅時嚇，你愛幾個 tray 呢？叫佢幾個 tray 俾啊。伊人嘅 bakery 嘅落地，伊人去外邊去賣參嘅嘛。我朋友嘅囝的啲英國嘅，伊早幾年伊就樣，早細漢了啦，就 cancer，所以伊啲英國邊個大伊嘅。
cancer only for children 嘅 cancer 嘅 hospital，cancer patient 嘅囡仔啦，伊真正好醫嘅喎，伊講，囡仔咁樣大啲嚟，咁樣冇對厝嘅，伊嘅 parent 會大啲隻嘅喎，伊媽會解白白大嘅，所以我讓做 chemo 咪講了喎，冇咪講咋大問題喎，做了 chemo，แล้ว讓達到有咋隻 event 有 crown 來啊。แล้ว有帶狗囝來啦，做正一 party 嘅喎。你而家邊個大了9個月？大了9個月，已經係肥嘅，做咗 chemo 已經係肥。大了差唔多9個月。好大啊！嗱你。好食好困啊！伊媽解白白啲，邊個大了9個月？伊媽肥咯。又好奇啊！嗰件事好奇啊！哇！我哋這邊是有，我這邊是有 children， 我正係 children hospital 啦，伊是做冇上。嗰啲是囡仔嘅 hospital 對咯，即係最近我這邊有，我 office 有正，我厝入邊有。誒，但 hospital 本 star 嘅嘛，嚇。啊，成日係就 star 冇咩？冇半嘅，特別我同你講，我按照講有半時呢，我標數啲咧，伊兩三年整，真正整咗到正過初一至整兩日開始，伊。佢哋人講到頭咗，於是一講到頭啦，伊冇得冇數嘅，因為伊做工連續做工16更正，已經是做佢哋油嘅，叫咩啊？老闆話講佢哋油就叫 rig 嚇，rig，伊這邊做工啊，所以伊連續16更正 on call 啦，伊冇咩物件做講冇講近 call，特別你可冇夠困嘛，伊實在你你只係愛困啊，對，行業真係愛困嘢啦。unless 講你哋聽咗咯，聽個一杯咯，都伊去 KL 除玩啦，都好啊啲 KL，伊今日就好啦，伊最學走去啊，伊行咁，伊計譬如白白幾10倍了，連個邊，係咯，對學走嗰時啊，可能佢哋人 boom collapse 咗，哦，一割對頭，係咯，伊個病起嚟咗，伊個病起嚟，伊譬如講 OK 喎，你講冇事都 OK 咗，咁咪 carry on 咯。去啉個邊啦，了 after activity 了個了，轉去房間困。係啦，伊朋友好個滯，我講好個滯。伊朋友寄報伊講哇，hotel room 水咯，因為公司好嘅嘛，hotel room 學伊大係水嘅 hotel 度。佢講啊，冇我見你本身困咯，好個滯，伊朋友曉度，啊冇我表示你冇曉度。哦，因白白上班攰命咧，困咧，我表示同我半暝2點幾啊。佢哋諗跳起來就撞起來，伊唔是幾大咧，一撞起來，伊整個表示伊會拗咗。一撞起來直接拗咗。伊俾講掉了，伊應該是內邊傷咗咗。伊行嗰時你未講咗伊個記咗，伊擺起來走去就拗咗。拗咧，係啦，佢哋諗頭顯咗，係啦皮裡面就顯咗。攞伊俾佢度撞咗咗，係啦，伊病咧嗬，第晚嘅hospital 第晚嘅咧。是因公司安排，你講你去自己勁。誒，係咪叫你對起話你先啊？等陣佢。有緊張咯，你快啦，佢就接落去笑聽。你快啲都嚟笑聽。嚟，講佢了。呢度係自己學掉咯，所以特別 hospital 學掉個，特別用嘢成日學掉，用嘢成日學掉嘅。哦，佢自己 hospital 是啲你叫咩啊 ？Bukit Bintang Prince Court。哦，我知啦，我就是愛講佢勁啦。嗰隻 Prince Court 是U 嘅公司啊。Exactly，呢公司安排嘅，你講你去做咩自己？伊開刀咗，伊個頭前。頭毛剃掉咧，佢哋頭先開起來咗，都佢計開到就冇水咗。你講啊，伊嗰隻換 maybe 就是一換，一 late by 5 minutes 嘅話咧，一直起啊。哎呦，伊是有 clot 係有 clot。嚇，一 clot 伊就是講咗啦，伊冇去處理伊嘛，伊佢咩佢去藥去啉酒啦，對學掉啦，伊佢哋咪叫檢掉，嗱是講伊佢冇吸翻嘢出嚟嘅話咧，嗬，伊就講嘢。哦。好嘅就係伊朋友計白白困咯，有時伊朋友冇計白白困，你哋 room 嚟計啊，一直起啊咯，係咯，一直你 hospital 會多咯，係咯，我就只係計起自己 hospital 咯，你就係 hospital 嚇，一笪笪經是雪嚟，
嚇，真呀！一看到看 KLCC 哦，夜棚經誒，A 看到 A 看到，搭經不看到 KLCC 嘅一開哦，看到。你知啊？因為安怎哦？佢哋一間嘅病厝啊，佢哋 Middle East 嘅福建人，佢哋來嗰邊嘅。你講顧炳勝嚟喺邊食嘅咋is a specialist on 石鏡。嗯，一第一教是，一即間 hospital 嗬，一第一教是石鏡。啲 hospital 教嘅，啲 hospital 學得冇人嘅嗬，真係少人啊，應該真係你攰嘛？tapi surprise 真正貴，真正貴，我甲你講真正貴。貴，tapi 有 discount。我表示計，我唔貴了，有 discount。佢伊個價錢吼，我頂擺唔貴，因為第擺我生頭胎時，我一生時我甲載過來，我嘅 doctor 會過去 Prince Court 嗰邊甲我接生。了，特別我 book 了啊 S 即間嘛，蘇邦即間嘅 hospital 嘛。Sunway 這邊嘅啦，我 book 了我 everything 我係 operation theatre 㗎了 book 㗎了好死了，所以我 doctor 講咯，係咪貴？攞去 Prince Court 我係使去邊㗎搞到成了喎，啊咩啦，咩結束啊？我講地址太正啊，因為伊講我講嗬，我去 check 了，我 check 了你幾錢啦？伊三毛有20% discount 嘅嗰種，所以幾錢20% discount 緊來啦，伊是貴無濟。伊成間是 OK 嘅貴無濟，伊未比這邊，因為我 doctor 貴去邊㗎，伊 charge 佢搞我成。charges 是上 charges， 這 hospital 嘅 operator theatre 㗎了嘛。伊邊㗎我到你幾類啊？誒，你講 make sense 啦。我頂擺我這邊㗎寫咧是about 7000幾，開多加佢哋 room and board 我3折，了加 doctor 接 doctor 退多嘅㗎了啦 operation 啦。有 package 哦，4至3咩咯？伊唔是 package 啦，伊是加起來個了是係咪咯？是7000幾，所以我迄邊格啦，本是 about 我哋可能加字鳥咯。唔使，哎呀，早起邊格。冇啊，我甲你講啊，我我係 because 我係小妹有 breast cancer 嘛，所以我逐年我特別去 for 我係mammogram 係咪啊？我諗我而家去是去 Glen 就這邊 Glen，但係如果是去 Glen 啊，伊是屬於嘅病床，但係如果就等個真久，有一年我未等就我未去。我淨係 private 時陣時。所以我去我找我 specialist 講啊，無你去 Prince Court，伊 Prince Court bill 啊，for mammogram 啊 ，double Glen 嘅啊。你有問伊 discount 哦？伊 sometimes 有 discount 嘅，都係問伊 discount 嘅，樣有。我冇問有 discount 嘅，有 discount 我冇問 discount，because 我要緊我要快快做了嘛。你走去啊？你走去啊？嚇？你就走去入邊做啊？我冇辦法，我去嗰邊做啦。我去嗰邊做2年。錢也貴，所以睇下我個天氣咧。一笪笪，我表示點樣先？我表示點樣先？佢40幾千。特登就是看到 KLCC 嘅。哦，無聊嘅。個姐姐一大。一大30有5-6節啊！一開始40幾千，特別 operation 嘛，特別參 operation 啦。過嚟啊！過嚟。10幾千。是半幾咯。我是咩？我諗響咯 steady 咯。冇個開頭哦，開 open 即係 head surgery 噶嘛。咁伊有試過即係冇嗰啲姐姐生3節時，我冇咩記啊，我未記。冇可能咧，到底 hospital 開頭都那看嗰啲排隊咩？呢是 in special care 咧，開到是。誒，我個個零，你成日見你見講得隻牙嘴。你使當佢1小時當1小時踢摩打咯，一踢摩打有一條款咯。對。誒，你冇我未รู้阿龍，依度啲依度啲黑病嘅事，你講啊個，唔開多，一參開多開啲頭嘅多，咪是隨冇講真係貴啊！ 10幾千一貴哦，貴啦，我真係貴，10幾千我死我都看啊，10幾千我貴，
報銷幾錢？特別是開鬧啦，開鬧是。特別40幾千時候有一人要講話咩咩，你是咩？你是伊講要講 hospital， 等我講一聲伊40幾千是伊家己，伊這是加了嘅表，唔是成個 after insurance 嘅表啊。加了嘅表，加了啦，意思都得表辦嘢啊。OK，嗱到準備講咩是雜寶寶啊？你是咩？到時看。我是雜寶寶。嚇，雜寶寶嚇。雜寶寶，你歡喜哦，睇到就你啊。歡喜走咗啦，歡喜。冇，我講人啦，人等你個歡喜嘛，歡喜加雜寶寶，吞來嘛，食車。食車。嚇。我講 hospital 啦，唔是大樓下面，是講樣那邊做工嘅物。嚇，講。嗱，我嘅朋友喺政府嘅啦做工嘅。啊。邊格嘅啦。啊。然後伊是做咧半藥咯。啊。你就係叫咩 ？pharmacy。dispensary。嚇，然後嘅是伊講樣那邊嘛成個 office 有真濟藥嘅嘅，安尼看成 office 安尼看到啲啊，到頂下面。然後伊講有一道嘅是伊個有一個到頂是 for 成 craft 可能刮紙啦、加紙做 label 嘅物件咧，可能有gum有 glue 啊物件咧。但係講佢哋 glue 嘅 brush 啊，伊 glue 是多髒，有一個 brush 是畫物件。佢一張物件直直碰機，打支碰機一支。哦。然後伊就嘛注意看咯。做咩阿妹我下到對水水啊嘛？我是第一杯嘅一個人用嘛。一咩就來時個無啲喎，打支本是安尼看的喎。你嘛奇怪啊嘛驚啊是有鬼啊，甲是人做啊，你們在那 hospital 就想到鬼呢，不想別行嘅。怪到人哦。冇想到出啊！奇怪啊，吹下人偷下你 brush 完你自己碰機啊！你一樣叫我哋伊會去開 CCTV 來看。阿妹，因為阿妹是用個冚開啲下你筆嚟微博，因為你 office 冇人用到，樣是對4 hours，但係伊冚開起來啦下邊，因為伊看到你 brush 會行落嚟喎。要出啊！要出台！掉！你個要出是個只一個成個一個成個 start 成款誒。呀！特別政府嘅都講出 office 那邊要出啊！我係咪做球苗出嚟嘅呢？誒，你家驚要出還是家驚鬼？苗出啦！你係只係咪叫做死嘅啫咩？佢真係驚啊！我真係驚。你幹嘛？你幹嘛？我每路啦，路係一般都第數個只係物件啦。然後苗出行過，你係只個是鬼來過，你係只。鬼，我來過我只。苗出過我。啊啦，苗出個你嘛？唔是個你，苗出垃圾呢，冇關數。啊，只垃圾咪只毒嘅，那破病。你好先嘛？佢咧一個房啊，是人伊半腰互人食誒。你鳥出個咧，一半腰嘅即個鳥出內邊好先嘛？對，鳥出，你我每樣叫 best 嘅人來做，我唔敢講，看咧，隔了點唔敢講。我同你講啦。人未進步是攞係死嘅咯，就是攞係死嘅咯。未使冇講嘅，即係你唔嘢，你仲要幫大嚟看誒，幫飛才丟。特別你又看政府本啦，我哋愛做咪做，我哋成個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also 本是 priority 加 budget 咯，你若是講。你係咪講要見往時，你最拜派嚇，還是要去關要出啊？一定去做你最拜性。你怎辦啊？正別我頭先時我去，我做咩時我到啲 hospital 時，因為隻 patient 在點抓咗佢，你怎辦？你咪是脫掉伊追個了出來個了，頭家個會，然後แล้วมันสิอะไร特別 actually แกจีสิว่า啲清氣啊，係我冇啊，我頭腦是就 focus 掉我班เนี่ย我講一項物件我講聽就未得閒嘅物件就是我係幫你在打包幫住，因為這聲一個你叫咩？講啊，你幫住佢講。
我要吹一個，我包用掉一個。我唔知其實咪是學，因為我唔知咧，because 接掉到群處時，我啲個好啲計撞嘛。แล้ว講伊當伊就要放，แล้ว我爸驚講伊夾走去倒嘅時，滿了夾走去倒嘅時，伊會流出來，所以我就要夾另外一個咯。我叫伊咪是你時候，我另外一個，所以我係小換。伊吹你頭咪俾佢死，問佢掉病咧就。20分鐘啊，吹波，另外一個半招物件。伊驚，伊講，伊是吹，是等下，伊講等下 ，OK， 然後去做物件，然後我個結到對去，等下。等陣，你去你針板邊啊邊看有喎，而家叫我去針板去吹，所以我唔要去，因為我小到物件後面，我嗰邊講，我載嘅了，伊 supply 嘅了，伊手浪嗰邊嘅了，我吹嘅了，我去伊 supply room 啊，佢伊手浪伊抓，我下我把名稱邊啊，我頭燒掉嘅了，你依人啊，手浪下到啲我把度頂，伊咪是來得用，你我把。要流血未知，所以直接崩血，所以我就俾用手浪嚟做隻物件。所以我走用個料咧就，伊流咗下邊坑一下。我走去就晚年我個去吹 supply 嚟寫物件，我載個度到我佢 QQ 我燒到啲我肚。哎呦！了我寫伊物件，個了我唔是夾個了啦，我 Q 伊 supply 我夾成個幾那箱嘅伊個手浪啦，我下到啲我擺嚟台入邊了。แล้วอี抓啊係咪物件佢太抓我計嘅อี抓係咪滿了四處係咪滿了所以我可以 Q อี抓嚟燒掉咯แล้ว我直接試下嗰隻物件真係好笑嘅事我去落群處我就講你白掉你邊啊人㗎啦成日講話去啦อี我俾四處อี三本事就講落群處一下風淡薄啦呢แล้ว我未曉，我啲訂，我真未出，我咪當訂，我真未出咧。我 try 到，我未曉講，我想我冇可能嚟講嘛，都係 figure out。佢突然間看咧，plus 有一支人掏出來，然後一三本你看一支呢，你咪是想是特擺，你咪是你看字，伊咪是出來了掉。你想平常時怎辦？我 try 就知轉啊，訂邊啊，訂幫啊，俾緊了。你後尾是上班我記表，後尾是你 patient 講。伊講step，伊講 step， 你話看到頭卡個咧，條擺接落嚟頭卡，你係用嗰啲卡立，伊就係你 cushion 咧，立而家3分都出嚟，我計3分啊，我直接去訂幫啊數啊，嗰啊轉啊，我真係冇數嘅。3分嘅嘅，要講。แล้ว我覺得曉啊，當佢訂，所以我開頭接我攞住3冇3攞咩啊？3支多邊啊！我變咗食個了去啊！伊咪夾個了我載到啲伊 cleaning supply 到啲到路我走去嘅我嘛，咪個咪試叫我去做吹波啊！後尾冇睇到就你講，我就夾抓呢出到我把名稱咧嚇，夾伊講去寫牆度那個都對嚟可以。我講說身體哦 positive 淡薄上啦，是好數本嚟咁冇。對。你 experience 個了物件，個老師講誒過來。I mean, 你 go through 可能嘅，你是唔？你係曉，你 feel，你 feel 到較對咯。我係過到一巴是 bless。我有一道啊，我媽老啊嘛，一大老咯，真久啊，水過安尼款啊，所以我嘛去教伊咯，教伊食咩物件嘛。哇，教甲死啊，邊個嘅啊你啊，數錢嘅啊，阿咩啊，你未落地啦？未落地。嚇，你是？他哋是真係勁勢，你看你是唔是？哦，我唔知話乜代佢話。房間有分 new wing old wing 嘅，所以我人唔知做咩事分掉。佢哋 old wing 嗰時個景我唔知啊。然後我係前幾樣就景佢哋第坐門村嘅，唔知7張啊8張嘅。我頭先去去拍嘅 ，OK 我不要緊咯。然後我人兩個坐嘛，because 老媽一個愛看，你愛看，跟我去啦。然後人講咩話，人就係隔壁人咩話，人講別使你坐人來嘅啊，一個下嚟啊。別使你阿我什麼別使你坐人來 ，OK 我身體咪出事咗。後尾時我過一日了，我未打閒了。我一人可以過一日，我唔是未打閒，我係媽，我未打閒邊啊係人嘅。是哦，大天本是講上嘅嘅我哋哦。一隻物件看真煩呢，我個落起來啊！伊成日養老啊，我病時啊 stress 嘛，然後養去做真濟煩呢物件，扯起來時啊，人講話啊咩啊，我唔知愛笑啊，好啊，嗰時
我那啥坎坷，咁我卡法講係別啦，話佢係攞人嘅啦，都冇講清楚，我想差40塊，嗰時60塊呢，都唔識講。攞人嘅房間啊，直頭轉去攞人嘅房間，特別 service 是只差嘅聲嘅。哦。伊個奧運嘅 main corridor 有真一隻物件。我同你講啦，奧運真係幾個數嘅。喲，我不聽。老伊個奧運嘅 corridor。係少，我個阿妹，咁個 daytime 呢。老卡定講。誒，諗看你另個隻 episode，OK，當然咧，小蛋啦，咱落觀眾面講個正聲，就諗要補槍咯，落觀眾。冇啊，補槍，補槍你拍999。我唔記得補槍，我唔記得補槍。啊，補嚟。我補槍是講是我本來冇做保險咧，我唔是講係俾保險 ，OK， 我冇做了嘅。我 resign 啊，我是講俾保險。特別老人俾我是講。嗱，我係8年有俾，我有改俾。嗱，伊about 60幾70嘅時，伊嘅保險沒做了，沒做了後咧，我再改俾另外一個時候俾了 ，because 伊嘅血唔知上嗰時還沒講伊血唔水，then 伊買袂掉了，先嚟我買本時本時買袂掉了，所以老人我唔係講啦，是講少年嘅啦，然啦，你講了去買真嘅。唔你除係咪 agent 啦？係咪保險要噏到啦？你家己去除，你家己上特別有保險。因為買保險唔是講達到是去 private 達到伊好，嗰時係咪唔驚啦嚇？你 option 一隻咯。你 option 隻，了你會使 bank in comfort。呢個 for saving 個咧？for saving 個 bank in comfort 啦，你因為你聽本好，你 in comfort， 你是啲 comfort zone。你免去煩惱累嘅物件，了你厝嘅人，要基本是你身邊過路嘅人，伊人。或者有嘢係咪加突出講一句啦？有嘢你斷去嘅話咧，你厝內人會贏你累嘛？你冇上 insurance 啊 ，medical insurance。保險就是即個就是 health insurance 啊。保險是 insurance。medical 加 death 嘅了都白俾啦，是白。哦 life insurance。哦 package。這是 lifetime medical。medical card 600塊、800塊、600塊，一個月 premium。一個月有幾時都係個少年個啦。少年呢係咪咪去聽去看，不如我 experience 嘅人個了啦，知啊啦。就點解我點解攏車真啊大 accident？我翁就俾開，伊個頭黏20幾針。哇！迄個是15年前。應該是有，然後去冇辦法攏車嘛，一頭就我去，我本上嘅，一頭就我去government hospital，迄個government hospital第一線嘅 high tech 嘅啊，隔離個 nurse 夾一 laptop 嘅嗰隻，government hospital 啊，啲Cyberjaya 嘅，都特別別，伊教我伊教伊嗬，伊教伊兩針伊頭嗰邊教，我未打閒我看到，然後所以拖出來去 private hospital。then 去 private hospital 直頭看到看了，伊就要看迄個plastic surgeon plastic surgeon 嘅doctor，所以 plastic surgeon 嘅 doctor 來看了，伊講未了，伊就要把路就去開刀，愛伊嘅體檢嗬 reconstruct 了過，所以 reconstruct 過安尼看嗬，伊 from 唔知幾針嗬 ，from 唔知10幾針爾，到尾是得是。我唔是愛講伊無好啦嚇，是 sometimes 伊手工無安尼水嘛，所以伊迄邊甲伊甲伊個黏過吼，40幾針，10幾針變40幾針。了伊個頭毛，伊本地迄邊甲伊頭毛無解洗清氣嘅，干那解剃走迄個頭毛了。了血個了過迄度過頭，一粒血啊來到這邊甲 private 嘅吼，你解洗清氣水水，你個來做 operation 個了。so 個有黏皮啊，係咪講啦？真啊水。到近日伊是有淡薄 scar 啦，特別無呢厲害，是 remain 吼，迄地頭一間嘅 hospital 啦，了。伊頭咩係啊？我了迄邊啊，10年前都在嗰類哦，啲 plastic surgeon 大了一禮拜20幾千。OK 嘛，20幾千。OK 啊，特別好彩有保險咯。fully paid 㗎了，所以是我無保險安全，你想我加上去邊個？個少年個是，個無講有笑到淚啊喵。把你家 start 做工無夠10年。
都做工5、6年呢。你敢想做 since then 咯？南西啊，你保險啊，我古早啊做工點啫？有伊係咪 crisis intervention 嘅 policy 啊？入病處 crisis 冇上嘅 ，crisis 是 only for 36種病。伊有寫 crisis 嘅 ，unless 伊敢若有 in hospitalization 嘅 allowance 啊，意思講你大一節，學到你個累 surgery 嗰邊個 surgery 嗰邊個，伊 partially 學到呢。partially percentage 上學到，是落愛俾只只落愛 fully cover 嘅本是 medical 卡咧。是，如果是有 crisis 嘅 hospitalization 啊，加了 cover 啊，加了特別。But crisis 如果是夠幾十歲，你 fix 啦，60歲、65歲啊，你但係嘅啦，你錢啊，保險嘅公司還你到底嘅累嘅了嘅嘛？伊唔是還，伊還嘅是看你買是哪一種，看你買伊是還對你嘅，伊是還對 dividend 互你，甲是伊還對較濟 normally 是講 dividend 啦。dividend crisis is dividend 嘅 crisis 是lump sum 嘅，係讓賠你 something happen 啊，伊是互你 lump sum。意思講，伊個了 agree 了啦，你就借，你要賠你。你派嘛？講50千，伊就lump sum 互你50千，特別你要 pay I certain stage。意思講是 let's say cancer 啦 ，cancer I fourth stage or third stage 過後，甲會使 consider 你會甲會賠嘅，是你 first stage 上面，แล้ว伊甲 normally 是有這種。安尼款嘅 crisis 病人啊，是半條命了嘅。So medical card 安怎樣較好 ？medical card 是蝦米病？蝦米大病細病？你甲點樣cover？ You must have the hospitalization and medical 啦。crisis 就 crisis 是總之是 doctor 講你掉了這個病第幾 stage？crisis 特別萬靈啊啦，虧掉就是萬靈。crisis is a form of savings also 啦。not necessary 啊，有咧是冇啊。你確實有咧。medical 價格好咯，medical 價是我medical 價冇saving 嘅。我直接我拔刀啊，emergency case 我拔刀了喂，你只個拔刀啊你？因為亦卡冇病啦。我揸機車嘅輪住嘛，你我拔刀扭腿啊，你我係卡一彎啲起來，變成個板面啊，你看。我做掉，我個叻。你攰得拖出嚟只聽咗。แล้วมา講片話咯，係 last for 1 week 嘅，แล้ว我親戚講片話嘅，講話都就去個拔刀，你去看你附近嘅 hospital 咯，去 something 嘅啥嚟字，แล้ว600幾塊嘛，給保去問下你看，600幾塊呢，話 I claim 啊，親戚啊，每看俾咪你個解釋 claim，你講會使你叫 doctor 做啲後尾呢，แล้ว都會使 claim 嘅，即係好啊，依類只見落嚟啦。話我俾我都冇 claim 到半行啊嘅 claim。你夾拔刀啊你，4字就冇得見咯，拔刀。問啲問清少刮。你是拔刀係咪嗬？是你做 sport 嘅啊？你講係 for other emergency，所以使 claim。是你俾 personal accident 先啦，是你 let's say 你是拍 badminton 做 sport，你是冇睇 claim 嘅咯。嚇？你使 claim 嘛？你使 claim。是咪 ？because 做 sport 是要愛做嘅，一時 high risk 嘅。sport 你講啦，你講學 claim 你會使 claim 咩？private claim。就我保款車揸起車起來，啦拔刀。喺你 OK 啦，喺你冇問，你冇問題。你咪講你做咩咪夾拔刀？我驚落咯。驚落拔刀。媽，腳落拔刀真咯，乜特特啦，腳落拔刀攰。啦，腳落拔刀攰，有咁樣補。特別我只暑假咧，附近嘅 hospital 咧，好多正好嘅 service，上街咧嗌下面啊，哇，400好。辣椒啦，個老講doctor 講。actually 冇咩貴嘛，it depends on doctor，都出名老 doctor 貴哦，然後少量 doctor 便宜啊。伊有 discount 嘅，你介講你冇保險喎，係咪嗬？你講你冇保險係咪啦？冇保險 claim 係咪嗬？伊sometimes一樣 OK 嘅。OK minor surgery 嘅，你得啦。依個好多 music 聽，伊做掉 procedure 就 music 聽，好 relax。假人家都笑，真好誒！我成個其他，哇慘喎！你解每隻係咪嘅？唔是我唔知喎。少，我知，我就同你講嘅，我 experience 到啲弊事嗬，就去嚇。
你係你 A 入面同我講我係媽邊啊，依個真怪故，依佢係你像你講嘅 gloves 啊，係咪物件？依佢只伊上家你去飯店食飯安尼款啊，講個大聲，可搞到聽說搞到聲起，哦，即個我哋人一係 glove， 一 charge 我人啊，所以你咪 charge 落去咯，你咪做緊呢嘛，我到時愛用我係嚟我大隻佬，難道我夾我家己嘅 gloves 嚟用咩？冇可能嘅嘛。我真都指標嗬，那個指標條女嚟，指標條女都知哦，真係人唔知。爭風片咯，我係講緊你大聲咩？你一刀標嗬，一插出一刀嘅咯。我知，特別係我唔知，但我推車講啊，推車講。嚇，特別係講什麼時就都係用嘅嘛。好，個仔我冇夠100講嘅，冇我夠100講唔介意啊。我個仔100唔知。老人上呢款。嚇。都問我係話媽，一拍師傅賣字講賣字，因為真貴。我計計。特別冇啦，I 都冇，我看伊表，伊我幾好，我 detail 表我都冇看到。係咪嘅？我爸嘅事。哦，我講係你 A 嘛，你未落 D 嘛？特別唔是間落關處啦，唔是間落關處得定。冇啦，我諗住俾我嘅啦。塊半3塊4塊半咁。我成個好似隻嘢，哇背脊咧，幾好多你講。你看到第六多啦咯 ，OK， 我講就咩嘅，嗰時候咩講講 before 我小大時，咪咩講起就是 ambulance 嘅時候，所以我 call 起咧 private ambulance 嘛，你有時我咪是嚟就我把到 DGH 咧，時就我上起車咧時，啊未起時咪話，你講伊講阿媽不該siren 的，我講extra charge 啊，我唔要得 extra charge。你笑，你 driver 笑啊！個我唔知嘛，你知我是我頭腦是啲笑掉，好可以當今日去 hospital 個規律安裝好你，啊明明看，然後你 ambulance 愛到嘅 hospital 咧，伊是一抓是890嚇，差唔多，所以攞咗算一差唔多400塊啦，嗱一來正伊算咗一抓，去下面個算咗一抓，所我隨到我一個家己人，伊講我買幾難嚟 private 我有伊 business card private ambulance 都嗌啊，我講 OK 咯，所以咪 private 嚟就較便宜啊嘛。然後伊就來啊，就開始看到我把掉掉一 bag 嘅，你注意一個內 bag 你掉掉伊注意，伊就講伊講你會曬，我講我驚你，講無，伊講我是講我驚，講 uncle 伊有一個注意我驚，我見一半是了去，伊講看咩搞，我講我變你 extra of course 開啦開，我當有一 video。我一個 video，我到底 Snapchat，我有 Snapchat 啦嚇，我真是到底 Snapchat 我唔知有，我到底我 hit 到小 video 到底 ambulance 教我班人一條 ambulance 哪個噼啪噼啪，你錄翕有咩？我冇注意看喎。哦，maybe 我冇 Snapchat 掉啊。冇啦，都冇 Snapchat 掉。我冇看到乜啦。我發覺係去個 Snapchat 到底我叫我拍隻 ambulance 時，你 post 呢邊㗎可能講。然後我個有那件 ，because 係是我較清嘅嘛，我係線較清嘅嘛啦。啊，心情啊，總之你一起車去嗰邊搞到心情就正咯。你看我發。佢你 ambulance 本是 private 嘅嘛，所以都俾另外 call 一個 number 嘅。嚇對，對，嗱，我看。但係人唔知，actually Saint John 是 free 嘅。嗱，你看。Saint John 是 free 嘅。個話，我哋話。定。個單 people。哦。喂 John 啊，你 ambulance charges 啊，佢本來錢也便宜了咯。啊，真便宜，冇講真貴啦，唔知百，即是真便宜啦。600塊一筆嘅，600塊咧，唔知。哎呦，我拖車我便宜，我每個月嗰陣時 between KL 到Selangor 係是300個。我定住咋，我就是定住咋，你喺邊度等搭車嘛？我講哇，你便宜哦，唔知啊，會有件事會閃實實樣表撚實際喎。應該咁都貴咯。明 Uber 嗬 ，call 你。Uber call ambulance，成真啊！我時間都俾佢看戲。
唔是去海杯食杯。你叫成裝咋？伊是 free 啊，你就單 free 成裝是 free。哦，真正久誒，你單個半點鐘嘅 ambulance 下來，特別這邊我從我厝要去蘇邦街啊，300幾塊啊。300幾塊只有300幾塊咯啊，你 from KL 嘛，你 KL 到Selangor 嘛，300個啊。邊啲嘅見呀？你是講我頂搭車咯？我是講伊搭車 actually 啊，伊只伊有咧人買走嘅喎。你搭車人買可以冇尿冇尿嘅喎，你人真顧客啊！冇乜你冇街啊！冇解，我是講我哋唔通拄到樣或者樣 emergency 嘅事，較濟有特別有咧硬樣成個硬圖樣買山樣成講哦，我一頂車要過去遐邊嘅嗬，硬伊成你整趟過嘛，你比搏過啊嘛，硬隻到頭整嘅咧，我看到我車。睇到啊嗬，然後伊咪行咧，伊等個一邊車過時而家過，伊無想講 ambulance 啊，我這邊到啲 US 啊，你就聽到 ambulance 啊 siren 架了去邊啊啦，伊落邊無插伊落開嘅咚咚嘅咧，所以你無你搭車嗬，伊是驚伊 shoulder 嘅咋，搭車是，所以你伊樣開落，你得驚 shoulder 一頭啲 shoulder 會驚，所以 emergency 是特掉睇 emergency 啊，變樣咧。emergency 是真係死啦，同卡橋嘅死。我較少有尿，特別一跪我講佢對着伊行，對咗邊咯。開咯。OK， 感謝各位聽眾收聽呢禮拜講嘅正生活等佢正啊，希望你人買 insurance 啊，有時方面是會較好。Actually, John, you should make a note 啊。Kasi Malaysia 嘅人會 visit 成個 tour US or visit US 啊 ，make sure 你 health insurance 啊，你 health insurance cover US。大粒頭啊，睇下係當機嘛，你要 travel overseas 唔使講去 US。Anyway, once you get out of the country, you better buy travel insurance. No. Especially US, because if US 有 any medical problem 啊，你會 bankrupt 嘅。US dollars 嗰係個市道啊！哎呦，其實就係佢係點錢哦，not just US dollars 呢，但係出邊嘅，對，講啊，just 真係響就掉啦，響加類嘅就會掏出來。我喺新加坡看過，我係驚發燒嗰時喺新加坡嗬，半暝啦，咁啊 emergency 是住邊呢嗬？Raffles Hospital 100星$，咁啊幫隻 antibiotic 藥。你嚟 US 看，你死去。你嚟，我是 foreigner 嚟。你嚟 US 看，你看到依邊會好。你知咩事？就是你知啦，這 problem 係 insurance US 嘅 medical 嘅 health system 真係一 problem 嘅，所以我人唔敢講上濟 because 你驚你大粒頭去借下股，我真係響就掉啦。So if 你人 visit US，你人 better make sure 你大粒頭講，伊唔是緊啦，伊嘅成個講啦，你先你隨我嚟累啦，我去我爸嘅 procedure 差唔多 hospital 啦嚇。伊會累到，你咪 convert 本好啦，你咁樣算 ringgit US 啊，是 already 真正辦嘢啦，邊個 US？แล้ว你咪算 currency 本好，你算嘅啦 dollar to ringgit 一 call 加一 call 算啊，本是真正辦嘢啊，我到下面要這裡開，誒所以啊，你上面是 White Hospital 啊，佢係 Indonesian 嚟的 ，Indonesian 嚟下邊。即係 Chinese 嗬，因佢幾時間喎？我對到嚇，我對面咧有中國，我爸對面面上。actually 我人是大四嚟房嘅，我唔是大一嚟房 ，because 伊頭四個名稱啊，是對四個名稱，伊一房四個名稱，伊個頭一間不一人大有啲滿了，兩人大加四個人大。有兩人嘅無，村頭房，村頭一大嘅房間，แล้ว加四個房，แล้ว我講，哎呀，四你 OK 嘛？走去，แล้ว我只講我就到底40人變咗4人，我啲睡就好啊嘛，就 upgrade 咧，成 first class 咁樣啊，แล้ว所以我就去，แล้วactually 伊嘅房間都冇講真人大 ，because 伊嘅房間是
post surgery，所以唔是特到有人大嘅。所以伊嘅房間是伊看是個咧 after surgery 人，所以 surgery 過嚟就才對嘅。所以一個人啊，伊隔壁面床來大，直接對啊，了往另個地界直接是一個哪囡仔來大，直接對啊。所以伊嘅房間嘅 the most 是兩人大，所以特別我去咪是成8點嘅，看唔咯？我去教，แล้วก็我不知個房到底小英嘅房嚟花人上來花，佢嗱變咗學嘅人上花。แล้วอันนี้คนเนาะนอเต็มจริงอ่ะว่าที่เสียงเขาไป edit จนนอชุด咯แม่นายบอลลูนเรากันแล้วหลังไอ้ฮาร์ดดิสก์ตัวมาเราใส่แท็กกูว่าบอกว่าเราทันล็อกนอชุดมัน是เป็นเสียงหรอ哎呦ไอ้ก็จูรีอายัมก็頂住禮拜ลอง聽到嘅就是青子飲先生甲英國中甲我人啲拍殼講幾個故事誒。你讀你 post 咗嘛？我就幾啊未 post 過啊。對，特別當天啊，自己出手嘅時候已經是 post 起咯。because 我真係國中冇啦。唔知喎，冇啲喎，佢隻紅啊。嚇！冇，伊有唔是伊有 house guest 啊，伊有 house guest 啊。係啊 ，OK， 感謝各位聽眾收聽，感謝咱來參加我哋講完嘅老官處嘅故事。了八節是喂，我要問阿龍啊，文具啊 ，stationery，按怎講啊？學緊我啊。寫字嘅物件。係咩嘢？寫字嘅物件。寫字嘅物件。我冇描。寫字物件，冇咧是講唔是講寫字，我想講 office 用嘅物件 ，office supply 就講。office 咧，人講佢就講抓筆嘛，唔是？抓筆哦，嚇。你講是用嘅抓筆。哈，對，抓個筆。OK，我 because 我係Bruce 同我講，一實在講全部啦 ，suggest 什麼 topic 咧，伊同我講paper clip，一實在講潮啦，講你講咪我 topic paper clip，你講office supply 好講乜咯？就前面講，就前面講咯。嗱個冇上嘅，嗱比較一個冇上架，馬來西亞有你咪見。不止講 ，OK， แล้ว希望你哋呢個就收聽到對下邊啲學嘅話題啦嚇。แล้ว我未記得咪講咩，特別落禮拜對嚟。咱講講韓國，禮拜講韓國。OK， 唔是幾個數咩？嚇？唔是幾個數咩？是幾特別咱辦嘅是韓國嘛？咧幾個數是韓國先㗎，幾個數阿妹嗬。咁 OK， 感謝各位聽眾收聽啦，這禮拜我哋特別嘅咩就是大粒頭，感謝大粒頭，拜拜。個有火車，拜拜。了後調阿龍，咦，了個感謝南西。你保險啊？幾三年我開你麥啊！幾三年冇講，同埋我 mute 條麥去。幾三年就咪亂啦，平時。同埋我看到一隻嘛，了冇聲我冚到啲啊！了個有老椒青子。OK，拜拜。咗我俾佢了啊！喲，幾一道幾個所 hospital 幾個講，了個有查某婆，走去啊查某婆。感謝各位聽眾收聽，下禮拜該對你嚟聽邊個嘅故事，拜拜，拜拜。